等下，我吐掉。唔怕啦。你就看人家天样做啦。因为这种的特质的呀。一般来讲，人家动手会做按太杂啦。早缸啦。我用扣的話，佢唔會用咪嚇，個底一唔會立鐵啊。不然的話冇扣過嚇，將個底四位下會立鐵。其實我學做紅嘅，從最大的開始，從最細隻開始，讓做細隻。女生。哎，咩係呢 ？No。唔錯咩啊？唔錯咩？其實第一隻雞皮的做雞皮的話是迄隻太隻的荷包羹，係細隻的話，第一隻做細隻的是迄客家擂茶，因為太隻做太隻嘅下是迄加乾，較老的啦，較冇力的啦，嗰所以太隻嚟都大部分嚟做啦。沒看過啦，有年紀的啦，你看到有年紀的。太家好，我係仲細下，太家係我阿下，20歲從印尼家來台灣苗栗，聽阿爸做紅嘅，今下我甲我老公兩個繼承我家公嘅事業。这个是我们的新家，我们今年1月份搬过来新屋。这片上的话是黑的地方，那片上的话我工作室。看，太个介绍一下哈，你片是我商品区，做好的售后商品区，而出货的标的地方。你片上，里片上是我大部分都我家公留下來的作品啦，我都是有預算啦，幫他同佢做一隻紀念館啦，所以還要慢慢來啦，因為今日還忙整理好吼，所以有一些亂。以前我都是用個人住的地方，沒設計地方，因為我家公啊，有見咧講嘛樣，做安尼啊，冇設計地方做啊，請一個人住吼，都較我樣講。冇記得啦，嗰時佢都動向愛講設計有隻設計工作室，個木用連電，安尼都係佢都行來行去都較方便。見下歸差唔多搬過來差唔多應該有8年了吧。像這一區的話是我的工作，每天玩土的地方就在這裡，對。这些都是我工作的地方，还有我做好的商品的地方，放的地方都是在这里。你们看很乱的。我作品是大部分是太窄，所以我都是送用的地方都是很大。你没看我的那个桶子，放柚子的桶子，我们都是用大的。对，所以我们才送柚还较方便。上好柚的时候，我们要进炉了。这是我们的炉子，我们的炉子在这里，不好意思哈，我移一下。我们这个炉的话，瓦斯炉，对，瓦斯窑。之前我们是比较大了，对，后来我们是换小的。就我用啥做天，嗰时做唔差，嗰时还迄样想啊，阮洗都好咧，阮洗的话我用啥面做的话做较夹的话出货都较夹，唔会讲。本人下定研究，佢3兄弟嘛，我老公是迄3兄弟。泰國的話其實冇多不卡，佢都隨天都攞杯。個還有我老公啊，咁啊向我做嘛，還有一隻小叔他會聽說我咩拍硬嘅啊，我都實過肉水的話，俾佢聽數。喂，
人家拜佛的做一道咋？唔得，下晚看，下晚安排。你要家人睇咋个哟？喺度对位嘛？是六代位。应多该还有一个大姐，大姐的话，她真的是帮我的啥最多诶，会不给意见啊。比如说，我做的这些东西是怎样的做，怎样的收入较夹，佢都会听数我。4月就开始差唔多搞火诶。 9月、10月，系啊。啊，你16对位，人家还接唔到账嘛？目前我哪有讲？ 20人这是我太阳机同我行销的网络行销的，也是说我经纪人，所以有嘛个事情哦，一般来讲嘛个事情的话，都要通过佢样通过我，样甲我讲，系，所以较复杂的事情啊，我都调搬佢啦，我都认真做啊硬嘅，嗰所以我根本一支钱吼，因为我。 kiếm tiền ngay chụp anh thấy trái ăn 也唔免講輕啦，冇希望佢安辛苦，希望如講佢做較細隻嘅意思咧，反正人哋也冇安排嘛，接到安排隻嘅，啲咧啲年數又唔拉，要拖時間。一來因為爸爸也冇財嘅啦，雖然講弟弟會來聽書，不過按從嘅東西哦，真嘅當出力。 盡量嘅手接啦嚇，盡量嘅手接。你撲到翻你俾揼下去啊，係啊，社會係叫佢揼下去啊。即係很重了嗰樣。唔過有噶嘛？有冇有傾傾空空傾傾空空嘅？也係有較好呀。妈，我看电视啊，我看电视啊，怎么样？你也同我煮饭啊？你煮咗，你咪太煮。啊，对，你也同我煮饭咯。啊，至少我下晝做你食喎。冇。嚟。準備豬肉。哎呀，這個豬肉。 對啊，係啦，好，冇加到啦。你想根本你唔好假皮，唔好加皮哦。我好難出格啦。假皮。一三日來就要下加落我排邊嘅，睇老細有結果，唔過還要弄離婚。嗰時我一下手皮都存幾曬，嗰時冇辦法。 就愛麻煩佢幫我爸我媽，啊！一下因為今年1月底，我爸爸過生日，所以我媽媽。你是炒肉，他家炒肉，我爸爸冇炒嘛。你客家小炒迄看我爸做的下，有問過佢啦。 我煮的大部分都係個用台灣較簡單的啦，較有我去到台灣的菜較好煮啦，較冇咁複雜。迄印尼的菜吼都複雜。我印尼其實我忙嫁過來，我從來冇煮飯，我從來唔識煮飯。連我妹都嚇到啊！迄嫁過來後，看我家講煮吼，我樣子，過下擺到我家用到要搞啊，就用慢慢學來的啦，係。 加過來了，乜嘅咩叫我愛做啊？我不看人同我叫，乜嘅都識啦。我做乜嘅幾多時候都識乜嘅，我識唔啲啦，好識唔好識我識唔啲。我做半個我做好識嘅都識嘅。你用緊咪好？玻璃菜啊？玻璃菜啊？識真嘅冇辦法。 張葵試下，張葵試下我識我真嘅唔習慣你片實識咧，所以我那時候計片實吼50萬公斤，52、53公斤來，吃到台灣6個月後，我做得差不多48，所以那時候我只能吼那個吊菜、梅餐、吊菜，咁咪
唔講台話，都三王五，結果嗰個三王五啊，我家講賣貴上嘅，一刀都賣貴上不下標的。有啊，對啊，幾多頭？有圖啊？幾種嚟？好啦，放個圖啦。阿婆，先條做嘅菜，冇什麼，有中醫嘛？冇中醫。當我做啦。加高來叫誒都幾幾做啊？冇呢叫啊。唔記得冇幾叫。來幾叫做苗奴嘅水長啊？大湖龍宮啊，哦係啊，大湖嘅水長啊，係啊，有限制人數嗎？沒有呀。我講啊，你們請出來呢，這是老二，我家老二，今年要讀大學，大一。因为就疫情的关系，所以学校那边都是2周都远距教学。然後都結種咧嚇，佢拜聽去比賽咩，嗰時佢較接去出去比賽2-3日咧，現在比賽2-3日，嗰時佢見用安全吼，因為畢竟天一集嘅下都開始不得啦。老大的時候剛放鬆，讓不用出去下都較唔放心啦。老二的話就比較好了。老師直接放生了，老三還好，應該是到我來3-10月都懷孕，因為那時候講啊，轉半年的行啊都以為啊，當初我對台灣沒有什麼概念，因為我讀書歷史地本冇講過台灣，所以唔知台灣。我出地嗬，我鄉下人嗬，當多人都嫁來台灣，咩嫁來台灣都嫁香港。對，我想象台灣的物應該是很高的，因為那時候是一來嗬，直接去回苗栗啊，苗栗是冇棟多高樓啊，對啊，看的都是矮房子，我想說，跟雅加達那邊的差不多啊，嗰些年來嘅還係。到1月份嗬，真的當冷哦，頭一拜落來，頭一拜落都很冷嘅嗬，我嚇到，接下來去做臥水梅，我做定水梅，牛仔褲臥那個盤的臥水定，要龜到個屁股咧，哦，那真係我老公講到嚇到。來茶米紅嘅帶嗬，今日慢慢的來過起來咧，看個厚度，現在的話都要盡量控制它的厚度，這個的話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好了，完成了。這個是第一步，結帶，等佢硬嘅下，下你再個接補起來。我剛開始是當滴水妹，我的工作是，我家講到你坐定咗，我喺都方便安尼滴水嘅。當滴水妹都大擺都看我家講，佢用嘅副作用嚟做。懷孕那段時間我都很少，都動手到工廠，佢行下都動不停啊，老公他去台中，因為佢行下老公還到台中上班嘛。懷孕4個多月的時候，就跟我家講過，唔用走來走去啦，用嗬，到工廠。到我生老大的時候，坐月子的時候，我就用我的想象力，看我爸佢用嘅來昂嘅方式，我都用個方式去想，後來坐月子完了出來了，我直接就坐上去了，坐在那個台上面，我就拉一個出來。那時候我公公嚇到，嗰時候他就講，我是對這個有天分吧？我說應該是嗎？我說我不，我唔對，我確定應做天天應做都好誒。我
我老公请启蒙先生买我徒弟，家爸唔会接受的徒弟。家爸唔会教的徒，唔会去教佢的徒弟，因为对家爸来讲，教佢较麻烦。对，因为佢48、49样开始转来做，样开始摸，嗰所以佢反应又较慢，嗰所以动作要较慢。我爸甲我个性同样的动机的个性，嗰所以看佢用慢慢的吼受不了，看唔下去啊。我们认识是通过每年去跟我老公认识的。落去看的，你見你笑啊，我咪見你笑啊，兩個都笑我一下。一年平時阿每年都咁樣講嘅，即講，用聲來講愛我，用聲來講中意你吧，嚇？我咪唔這樣個，都多方面看到佢都認笑啊，認笑佢可能要將佢泰國講啊，要半個招呼嚟上到啊。唔到啊！最容易啦，係天意熱嗬。我看你天意熱佢講做得到哈，都來甲阿妹講，阿妹講，好啊，有熱愛都好啊，咪提嘅。注意搞佢講錢嘅啦。個買到時候天款嘅話，一定要燙嘛。係，用嘅時買燙買都嘅時送阿伯阿姑嘅都嗬，阿姨都嗬，嘅時送嘅嗬，阿姑嘅嚟。去煮3包飯，朋友家裏下都夾些去做咩熱盤飯用食都好，我都時都用嘅啊，都用天婦啊。應該講嗬，我三個老太全部聽老師，佢唔可以講唔朋友。其實佢行我拖三個先唔家冇按多錢，我爸爸係加錢來拖嘅。我太老太拖家係我老姨出錢拖嘅。教過來以後，其實攏要帶來工廠做，三妹煮阿下請什麼請冇做，第三妹係辦做料嘅安尼啦。主講咩希望講我爸爸拿薪水比，到下後用我存到阿下啲呢，係因為佢兩個攏老阿母卡冇人，咁咩個。家裡面吃到講東亞烏卡，安尼做些當辛苦啦，真嘅講。他的接法跟我的接法不一樣，也跟老爸的接法都不一樣。我跟老爸的接法也不一樣，我們三個接法都不一樣。對，其實老爸他以前冇本嘅聲音㗎有，聲音來接你啦，辛苦啦。係，因為他用辛苦咧。嗰時佢都幾多時都冇盡力做，是係因為捱學到嘅，嗰時那樣很不斷來，冇得話，因為按重嗬，長嘅靠捱熱沙嗬，今年當實力。今下到工廠地步嗬，派配係全部都係設計派啦，因為我老公睇住聽工廠聽無限嘅啦，冇時間我去幫佢學，嗰佢又咩唔敢啦，唔敢太滯嗬，佢都唔敢去派配，因為驚嗬，嗰下又派快鐵用嘅都好，我要重新做要花一隻時間，嗰所以佢較唔敢啦，細隻嘅話佢都敢啦，得隻硬咗去派。冇拍的話，佢啲熱前提唔會出來，個拍過後佢較雜啊。對。你從要雜，佢打出來就做幾雜，這一顆，像這一顆。所以你看，現在你看的是直直的一條，等一下的話，它就有一點身體出來了。來。你看這樣子，老婆，你會不會怕？打人那個，所以我不敢打小孩，我不敢很大力打小孩。我要聽我家講做係，因為是20年前樣嫁過來嗬，台灣還對新住民還有唔係還看得當好，到1年還又冇忙出社會嗬，我又嫁過來台灣嘅，嗰時又會驚嘛，嗰下會驚出嚟那邊。
甲人家些聊天啊，还是要出去做事，都要行啊。故所以家下都见咧停啊，家公啊，家用当日都去间迄咩吼，去工厂。不卡娘家有交代说，家里做什么你都要都帮忙做什么，不要说偷懒哟，懒时嘛，该都唔做哟。还有讲啊，家公要讲啦，讲你呐，好食素衣啦，有素衣的话，佢讲唔会讲冇饭好食。个叫讲陶瓷吼，到日本时代到今下，还有人家切用，个所以讲唔会讲冇饭好食。诶，结果竟然到今下，还有人家切用暗光，还当人还要用暗光。好脏又好多，冇的话，今下吼，我出去做事吼，新住民的吼，出去做事一整年最底薪都2万多块，最多没2万多块而已。哎呦，养个3个小孩那养不起的，所以还好有好多啊，家国呢树干树叶。礼拜有一波，有一波，对。今日限咗唔哋通記，一通記今日一下來了都記吼，記到尾窮樣喺立體，到最後是藝術品。手機。做些做5點我都會停下來煮咧。暗布頭6:30分。乜嘢真係咋？暗布頭1人下課誒，要不卡式。暗布頭煮得較澎湃，因為暗布頭較多人食。下豬頭的話，較青菜色啦，較冇煮咁多啦。有可下擺做些做嚟去無限。年客來都冇限，都冇煮咁多啦。嗱，食飯咧。5點半都會轉到嚟，因為佢到苗栗圖書啊，苗栗圖書坐車轉來啲差唔多10個分咧。窗不愧是哦，窗不愧是呢。你窗不都用嘅呢？你窗不都用嘅呢？什麼？啊？幾張危險啊？啊，睇下你冇本神父啊？啊，今日炒幾多嘅用飲啲湯？我們現在去上7法課。朋友介紹嘅啦。係啦，朋友介紹後，想說去吃看看呢，結果吃看送一多誒，又都愛上他了。心情較輕鬆啦。你們點多少做了陶瓷做肥嘅嗬，有時候真的壓力動太，你知道。所以每一個禮拜4吼上插花課是很係不用心情不用輕鬆的時候。看這個去真係都當天仲歡喜啊！之前都試期嘅話吼，我下擺去我都擺一行做的呀，你辦那片新風咁嘛，又開演。以前我家幹行菜後佢唔免，佢唔免嗌去奧多拜出來的。啱講我家幹後佢當支持我來插花，我都想辦落去下，佢都簽隻 V 嘅，用一下，喺呢邊有花後插後對你隻 V 標，冇那邊講對隻 V 標都好咧，要當獎嘅。我家講佢對我經驗當下。但这边也是有我们家的翁，那2個都是我们家的翁。
Hello，我今天忘记了。钱哦，对，没关系啊我下个礼拜啊。没关系啦，又不会跑掉。老师，你等一下要去哪里？盖勇，不要那个上课要坐哪里？因为我们的地球我们要珍惜，所以我们会用枯木。像今天这个就是樱花的枯木，在你的作品里面显出这个作品来，对，显出这个树枝的自己有的个性来，是我们今天也要学的。每个人把自己的树枝慢慢的学修剪。有高低插花。他现在已经蛮独立的人的作品，然后他能够运用他的桃，让他的桃跟花结合以后，更能够表现出他这个桃的作品。他可以更在这个范围里面更能够表现出来。美女，就是我刚才讲的哈，可以用这个话来表达啊心情嘛。根本你难来不用忙下来做的用的，对啊，表达啊心啊。我是有这样我买的，对不对？我是透过这些才认识老师，他是艺术家，我是路边的。他是对埋没的艺术家，没有，所以我把它挖出来。就是你上一次说你那个没有试过，不是铜红釉，它有带金。係本來阿霞先生哈，主要做係嚟公幹，係做嘅成立工作室㗎哈。當初先生咪，所以我說哦很厲害，而家台灣人都冇很厲害，結果加來人厲害，結果呢間嘅工廠。瑞英对不对？就是了解，還有我行得敬佩他，對嘛？因為佢家來家，佢完全唔啲安尼東西嘛，就反正都家來，結果咱不卡做安尼，佢一定要講國不一種，一定要接佢咪。我講就是我們講外籍新娘哈，真的是改觀，同佢身上完全就是很敬佩。以前可能了解的哈，都是當男子的呀，有沒有啊？他完全是颠覆，而且比人家台灣人对人家客家人行得上嘛，他是比較樂觀。對，而且人家客家人大部分很多面大概就面都就窮下有嘛，他當然就是嘻嘻哈哈，所以跟他在一起就懂陽光啊，哈，很快樂。陈老师，我一支就好了。他问我喜欢做复杂的，所以每次搞不来的时候，老师会下手啊。我等老师下手。過程都同歡喜的，很忙的，等一下你都跌。我等一下都會發威了。等我主題打好，還有我都動到發咧。10年長你都供養唔同。本來標6年呢，佢標3年都有6年呢個茶嘅那個價值提升嘅。今天結婚夜往內啦，送嘅普洱茶館。普洱茶館一條新嘅客戶，要頭一擺。佢擺埋嘅。佢擺送有名嘅人，送波送有名嘅人，你會食幾種嘅？今日第一擺見面啦，用機嘅話有冇？你辦那個呢黑貓鴨頭啦，全部都冇送啊。咁最後切架送上來本地就好，順便認識老師。哦，你有看到了哈？OK， 好，好啊。哦。地在您的左手边。啊。
林老师在里面。4楼啊。林老师，我有做小颗的送给你。我给你们拍照一下，来，你们2个，来。好像是烧好了再发还是？待会我们会拍前面哦，好的，我们改所以我这跟上。看起来像古董。后来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应该是老师傅下面有个印哈。对，以前爸爸的话，他都会他有一个印，他的印。对。那时候在买的时候，应该是过年后没多久，他就跟他说，哦，这个老师傅已经不在了这样。然后老师有知道嘛？那后来他就把那个你们家的那个老师傅的茶物全部都收起来，都。好，那个地方跟之前都一样，对。烧的温度怎么样？现在差不多是烧到1190。过饭我就不要堆起来哈。我是网络上有看过了，那我是觉得我的直觉这样蛮好的，因为它第一个它这种弧度比较好保存，有的做圆形的、椭圆形的，这个浪费掉很多空间。我们这个都没有上釉，一般那个你像放茶叶啦、普洱茶啦它都不上釉，才会透气。只要在制作的这个工序方面一样，对，那再像我们那个陶土的配方也一样，对，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异。对，这个青少年漂亮啊，不会输给老爸的。然后后面都是我老婆在做，我老婆在做比较多。同婆你按咧按我按用嘅咧，老師看中醫真嘅，有 get 得到。跳舞有沒有出來？我看到按朵茶有一點不習慣。今天第一次算老爸往生後第一次送貨。老爸这样子走有半年多了，老爸走有半年多了。我说啊，想到老爸还是有点舍不得啦。岔路处继续靠左。就有一个早上啊，我起来叫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往生了。这就是我们的心很痛的那时候，还在想他是应该也是一直在忍耐吧，忍耐一直在忍耐，忍到这个房子好了，他才放下了来。对，反正这个是他的心愿啊，对啊，他完成了，他都这样子很安慰的很离开，对。呀，让站就游来游去呢，带来呀，以前哦，俺没地，个多少钱那样的。我跟我爸的感情真的很好的，对，我们两个不像那个，那个公公婆婆的关系，我们比较像是女儿，她是非常疼我的，对，我如果像以前他还在的时候啊。如果晚上出去的时候，他都已经很担心的人就是他。反而我老公不会那么担心，他是第一个担心的人，他都会一直问我老公，说我什麼時候回來，我什麼時候回來，就這樣。所以佢都有下唔是做兩困難。唔過叫真了看拿下啦，叫真拿看下，會。很吃醋，可是不会啦。其實阿下有特定阿爸爸想，真見講。阿爸喺講，講阿下娘噶，阿爸我知道，娘冇學咯捱下，娘冇學咯捱下，仲我學咯人辛苦啲呢。我話想
佢阿下又得啦，又得我爸爸食咁講，嗰個我咩食嘅。好的，人全部不用你的啦，你係我太奶，太奶從台中轉來，你懂嗎？講完全冇。在台中。今日太好出台中。你们家小朋友都很安静的。係啊，不會有啊，安全冇地合用嘅平常。今天要去買一些菜，晚上要準備烤肉的，買泡菜。你千萬不用摸拿泡菜摸啊！帶他去的話，他比較多意見啦，可以跟他討論要買什麼菜啊，要買乜嘅菜要比較抵啦，較有好料啦。我看一下，如之前有去壽司店打工啦，因為之前都較好煮東西啊，生拼期啊，可能細時候我去做下像媽媽種切菜嘅地位，我說都較有經驗。中秋節好吃的牛小排、羊小排，好，还有带骨跟没有带骨的牛排跟羊排。给我5片那吗？10片，够不够？够？没有6片，6片就好了。 6片好啊。苗栗是可以的，苗栗是可以烤苗栗是可以的。我本来我有袋子。好，这样多少？290。谢谢你，谢谢。 对了。我就好吗？有熟肉，我是熟肉。啥咩啊？给你烤咯。因為年假嗬，新年要求進來啦，所以新年講嚟烤肉吧。 我冇乜嘅出去聊啦，我阿董很喜歡他們回來，對我喜歡家裡熱鬧熱鬧。摸到這裡哦。哎，不行，這不是這個頭。放着在上面烤啊！哎，你為什麼通通上去？哎，那個不會烤肉，不會烤的人跑過去。好了，我不會烤，不要來這啊。我最喜歡家人聚在一起，是因為我小時候家裡是算大家庭，我哋上片小大家庭是太幾多出去咧，都冇到不卡咧，嗰所以我哋時候動手，嗰家下爸爸媽媽去動無限係我哋時候都切㗎無限啊，嗰所以我都懂，很喜歡這樣子鬧熱的呀，佢希望不卡那種在一起用很熱鬧用，我很喜歡。 我嫁過來哈，我天天嘢我都讓我適應個家庭嘞，對，我天天我都適應嘞，很奇怪哈，跑來跑去的。蒼蠅，不會，沒蒼蠅。佢佢舊我用我參我天一台的話，因為天一台嘛，都唔止用土生嘢啦，佢行下單用嗰個舊我啊。 我生意都用佢，因為我揀樣幾都較掂啦，較唔會表達出來啦。做嚟靠嘅就係婆家這邊啊，我娘家又按嚴啊，就做嚟靠啊，所以全部要幾多少跟我聽書啊。就是好像母女又好像姐妹這樣的感情。我有什麼幹哈不開心的事啊，或是有心裡的話，我就會跟他說啊。 這邊看。呀，古蟲我識嘅啊，呀古蟲我好古蟲。就是剛過來的話，我看笑聲多那個開心果，因為不管那時候都笑容滿面的，哎，有我爸有啊，我老中央那都係點咩嘢啦，我不用過來哈，我家當咩家當佢收容啊，但係一個工作阿下哦。 我爸都懂跳。没有吃完就可以当早餐。还没哦，看那个都是谁上。
对，姐姐要从中立来，等姐姐的菜。我来了。走走走。乜嘢嚟㗎？哎，新加坡，你又太冷了。这是新疆母我三姐的婆婆，对，这是我大姐，这是我三姐，对，来，我来帮。啊，新疆母，进来，来炒。我食炒冇？冇呀。你一会几多点出门？7点多。7点多。人来了，郎姐来了。等一下，这个要煮甜点的。凉拌猪耳朵，我们也是家乡的菜，家乡菜就这样。姐又做了，姐。还有那个虾卷，也是我们家乡的菜。我都配配。叫我们会做，你们去读书啊？都会读书了。不会做，挨我读书，挨不做。所以鸡比较好那个，姐姐每次有煮什么哈，煮乜雞有幾有食啊冇食，不是我睇姐咁樣叫一拜考慮做冇事啦。他朋友比较多，对，他朋友很多，很会交朋友，也蛮活泼的。對啊。多一年哈，因為我講我太姐查案人啊，我所以我太姐嘅下邊都不卡時間哈，冇印象啊冇印象，今年太姐我都冇乜嘅印象。我都想嫁過嚟台灣啊，下因佢冇感情因為因為佢太姐嘛，太姐都合唱阿妹嘛，我所以上路嘛計到下都去太姐邊打。對啊，要乜嘅的話，太姐叫佢做乜事啦？哎，因為我識的。印尼的給酒的。那個中藥草啊，中藥。我們印尼基酒的秘密武器就是它。一般我們台灣是就是一個麻油嘛，還有薑，就這樣子。但是我們沒有，我們家這個很香，非常的香。trong hàm chân trong hàm nhưng mà chỉ có bộ hàm là gì hàm chỉ đi ngày hôm sau nó có sau là khi hắn đi ăn đâu công作做啊ngày hôm sau có hàm à ngày hôm sau禮拜六沒上班ngày hôm sau又會過來想他會做一些家鄉菜啊什麼就這樣這樣漂亮，再来一张新疆棉。好吃吗？猪耳朵。对啊。猪耳朵是吗？不是啊。太酷了，有没有请味道？你喝什么？有蒜了，有蒜吗？行，有蒜了，行。这个我最喜欢吃，就很怀念的，因为每次我自己煮不好吃。像妈的味道。有，有像，因为老环境，对，感谢你。他压力也很大，他压力也很大，要找。压力越大，然后就一直就做大。对，越大，越大，对，越吃越多，越吃越胖。个手做的变西来手香用做的安太条。可能给妹子教了，教还不错啦，比较放心的。哎，不对，假日的都會喊小朋友睇書啊，6日都會喊佢哋睇書。刚好。其实做这个累是累啊，
其实老实讲，真的很累。有时候想一想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对啊，家人那么远会做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后来想，出去的话我能做什么？是吧？还好没有超过。俺妹放下啦，因为已經生緊咧，你話生緊了，係啊，嗰時當然白睇你啦，係啊，生緊都計了嘅啦，係啊，手睇下，為什麼手睇？不用下來。因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也是可以干啊，帮我传承下去这个传统产业啊，对啊。目前上面那是蛮有上到，干啊，蛮有上到学啊。我大概是4、5岁开始接触，那时候妈妈是教我拉胚，小拉胚，是教我做那个小杯子，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做马跟牛这些造型。重点就是接触到画画之后，就直接把兴趣给代替掉了。我从国小如果没再碰笔画画的话，我可能会继续玩陶土。他们都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走。跟我们谈传承的是很久之前了，只不过后来就是我们表现我们自己兴趣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跟我们说这个工厂传承的事情了。带下行做嘅。主要對壓看下來啊，壓的東西啊，其實做一張都做高文機器，其實做動態量，不說談嘅傳承的話，應該主要壓下上嘅對應用嘅轉型啊。很好呢。咁啊，嚟到以後是呢廠房哈，我講啊，真係從難開始啦。對，目前的話是喺韓國啊，很多天蛋啦，天蛋為主啊。但是希望哈，今下就是可想慢慢的改嘅啦，慢慢去轉型嘅事的啦。我也希望如果有其他的新住民朋友，他兒子女兒想學這個的話，我也願意教他們。我點樣要翕啊？我全部嚟看啊！我今日冇人過啊，我見到海。問最後一個問題啊，時光再一次，你還要不要嫁給他？還會不會嫁給他？會哦。雖然他們說很辛苦，我覺得沒有辛苦，我覺得這個是應當的。我做一個做人的心橋，當然會做嘅啊，係咪？嗰所以我得幣都講啊，最幸福嘅人，最有福氣嘅人，嫁到你家家庭，真的。我好感動啊！我嫁到我他家裡，我都不敢這樣想哎，我真的不敢這樣想，我真係唔敢嚟想，我定我不卡。被動辛苦，真係講被動辛苦。佢要照顧我爸爸媽媽，要照顧上面生意，我又還頭工作無限，因為就改了這方式，經壓力唔好，經濟壓力都重，然後就會等於講我哋規家人一定要團結，到以後嘅日子好好過下去。你想我聽一下講乜咯？就是來講，嘛，其實我也這樣來講，你嘛，一邊來看我喲，哪一句講哦？Terima kasih Bapak Mertua mengajar saya karya dan terima kasih keluarga saya memberi saya kekuatan dan kebanyakan terima kasih kepada Taiwan memberikan saya kesempatan. Taiwan 永远是我的家。你为什么突然来一个那个的？谢谢他，
那么多年来的陪伴与信任啦，哎，老婆，我爱你，最简单的啦，也最实在的，就这样啦，哎。感谢妈妈从小都太爱用辛苦的养下来的，然后儿照顾好 Kika 的身体。谢谢妈妈多年以来的养育之恩，爱你哦。你好么？俺是将来可能呢，真叫你，好吧？